各位弟兄姊妹，由呢一集開始咧，我哋就開始研讀雅各書嘅內容啦。雅各書第一章第一節係咁講嘅：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，請散住12支派之人的安。嗱，我想同大家先嚟到分享下咩叫12支派。嗱，當然啦，好多基督徒可能已經好熟悉㗎啦。咁但係亦都可能有啲人咧，你嚟到睇呢啲嘅節目嘅時候咧，你對信仰其實有認識，但未必一定話好熟。咁所以我寧願咧多少少時間去逐句逐句去解釋。12支派係乜嘢咧？就係猶太人咯。咁其實或者你要從另一個角度去講，就係講以色列人啦。以色列係邊個？以色列就係雅各另外一個嘅名稱。我哋大家都熟悉亞伯拉罕就係信心之父，佢一個仔以撒。以撒後尾佢生咗一個仔就係咩咧？就係以掃同埋雅各啦。雅各佢就係被稱為咩？以色列。雅各一個好蠱惑嘅人，但佢愛神，神就揀選佢。後尾雅各有12個仔。咁雅各經歷到神嘅對付之後，神就同佢講：你唔係再叫做雅各啦，你應該叫以色列。以色列就係王子嘅意思。咁雅各有12個仔，就成為猶太人12個支派。咁所以雅各咧，從某個程度就係以色列人嘅父親啦、國父咯。咁但係我想解釋12個支派，又唔係完全係12個仔。咦？搞咩牧師講到咁論盡嘅？嗱，我好清楚講，雅各有12個孩子係咪？咁有一個仔大家就好熟悉，但係就唔係喺呢12支派之內嘅。記唔記得係邊個？係啦，就係約瑟啦。約瑟大家都會好熟悉啊，有啲嘅歌劇神奇彩衣係咪？約瑟係雅各好錫嘅仔，但係尾約瑟咧，佢有2個嘅孩子，就係以法蓮同埋瑪拿西。以法蓮同埋瑪拿西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睇，就係雅各嘅孫，但係佢就收納咗成為自己嘅兒子，所以12支派裏邊就冇咗約瑟呢一個嘅支派，就取而代之就係佢2個仔，咁就係組成12支派。咁而12支派都係猶太人，咁而家好多猶太人信咗耶穌，咁佢哋成為耶穌嘅門徒，但係佢哋散居喺唔同嘅地方裏邊，所以雅各書嘅使徒雅各就先去問候散住喺12支派嘅信徒嘅安好，即係其實話佢係問候緊每一個自己嘅同胞猶太人嘅安好咯。咁至少希望呢一集你會明白乜嘢叫12支派啦。